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新北市永高一栋透天厝昨点外火烧，不幸3人死亡，婚姻斗六客运公司报废车嘛火烧。有消息讲，去年伫台湾台死女朋友的香港人陈东家出国了后要来台湾自首，陆委会要求讲这是政治操作。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以5比4拍赢日本，让18当搁再摕到冠军。新北市永高一栋4楼的透天厝，昨暗点外火烧，不幸有3人死亡，1人受伤。过往的是凤鸣国小的詹校长，甲因牵手，阁有伊的外甥啊。因外甥李啊跳落楼骹逃生，也来受伤。消防人员判断讲，火是按1楼开始倒的，拍算是电线上过头烧来锁定。大火甲浓烟对厝内冲出来，火烧到半度烧煞。新北市永高区一栋40楼高的透天厝，第2日半暝发生火警，造成3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第2位、第3位、第4位都救出的时候已经好卡，它里面都是易燃性的装潢，是，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了，里面从前方破坏进入，另外从后面后阳台。警消人员接到通报去现场抢救，但是因为火伤猛，所以烧到1点钟才全部拍花。初步研判起火楼层在1楼的客厅电线的可能性是比较高啊，但是也要经过比对，每一个房间门都没有关，然后顶楼又加盖顶楼加盖是这一次影响排烟的最大的那个阻碍的等去到事发现场，会当看到厝的外墙已经烧到拢臭灰焦。消防单位指出，透天厝设计了较密，搁再加上室内有楼梯，每一间房间拢无关门，所以烟会当伫咧短时间内冲真悬。但是详细火烧原因，该进一步厘清。若是3名死者是今年50岁的厝主姓詹的翁仔某，甲因的孙仔，受伤的是因的查某孙仔，因为对3楼跳楼逃生全受伤。姓詹的厝主是凤鸣国小的校长，平常时对人真好。消息传出了后，厝边拢真无甘。告诉孩子，我们最敬爱、最亲爱的校长，因为一场意外离开了我们。虽然他离开了，可是事实上他是最关爱我们、最疼爱我们的。他的精神一直都会守护着我们。校方指出，詹校长投身教育界32冬，人真亲切，和学生感情拢真好。虽然昨是假日，搁去学校关心工程施工的情形，想要到是最后一面。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学校随召开临时教师会议，嘛伫咧升旗典礼默哀致意，后续埋按捺学生的情绪。记者综合报道。婚姻这方面早起嘛有火烧。6点外，斗六大溪客运的停车场熊熊大火，连烧线烧到5只巴士，加载无人受伤。是讲这5只车拢已经报废，也无出去咧轮车抓，哪会无风无摇的导火？详细原因，就要搁等鉴定的人员进一步来理清。大火烧甲真猛，乌烟蓬蓬呛，消防人员赶紧转水降温，因为火实在烧甲伤大，消防人员唔敢冲锋走入去，对外口甲车窗讲互破，转水入去拍火。云林东幺96栋2收到。因为游览车可能阁有油，而且停车场阁有其他的车，消防人员救水线，避免火势向外口传出去，用要1点钟的时间才把火控制落来。了后入去车内底找人，嘛甲车窗讲破降温，确定无人掉伫内底也是受伤。透早6点外，大溪客运伫婚姻斗六的停车场发生火灾，5台游览车拢烧起来。来就烟，就要烧啊啦！我都唔敢，我迄只狗啊，可能咧内底有烧着。因为停车场有客运加油设施，阁有2个加速桶，消防人员赶紧搬出来，避免火扩大。这5台游览车已经报废，无挂牌营运。消防人员判断可能是其中1台先导火，才烧对别台去。第一批是到达现场的回报，那现场这个火焰算蛮大的，那应该是一部多挤一部应该不是同时。警消出动11台车，34个消防人员才把火控制。大溪客运是婚姻当地对外主要的客运公司，伫车辆的管理敢有欠点，甲导火的原因，监视人员拢爱继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去年2月，甲女朋友相带来台湾，结果煞甲对方台视的香港人陈东家，本身伫咧香港，因为拔掉罪、食罪落狱。当有消息讲伊后日出狱了后，要来台湾自首。
陆委会是要求讲，自首毋是伊的本意，拍算是香港政府甲利用，要来压价台湾的主权。内政部市公部长嘛讲，香港都无死刑，陈同佳说无爱踮遐受审，根本就无下情理。港女潘晓颖命案的主嫌，也是因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导火线陈同佳，经传出家了后，有意思要来台湾投案，按个背后原因恐惊无单纯。刘会强调，包括了拜香港府提出司法合作的合作协议，却是无回应。今麦说香港将陈同佳放出来要来台湾自首消息，却无讲到司法合作明显是政治操作。借着本案来做政治操作，要先谈司法互助。这样我们也才能捍卫我们的司法主权。过去香港不跟我们司法互助互动，现在还弄送中，又要来送台湾，我们绝不会陷入中国的圈套。内政部长徐国勇批评港府有别的意思，强调台港要先有司法合作协定，才能根据犯罪地来审判。不过港府不爱讲，稍加讲将人送过来，嘛不怪各界积极，陈同佳强自首。他现在人在没有死刑的地方，可以接受没有死刑地方的一个审判，他却不要跑到一个有死刑的地方来接受审判，这违反被告的人性啊！不管法务部、陆委会都有去函或者跟他们沟通。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回应，突然要把人这个送过来，这也是起人疑窦嘛。陈同佳是不是让来台湾自首，包括时间点拢互人怀疑。不过有学者建议，会让比较英国一男子林克英伫台湾啉酒醉弄死人，才走转去苏格兰，想要闪刑责。迄当时英国台湾嘛无司法合作，不过只要启动事实引导流程，会当学。先有一个法院的一个执行，就说，那陈同佳你是不是在这个台湾有这样的犯罪犯行，然后确定了这样的情况之下，通过各种事实引渡的方式，把他送回来台湾去进行所谓的追诉跟审判。因为引渡背后有主权的意思，关键是应该用什么方式引渡陈同佳。法务部强调，为了还原犯罪事实，需要香港权责机关协助。法务部嘛以开放积极态度，港府若是有需要，一定会提供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日暗伫咧台南造势，险险啊，互人夹到鸡卵，嘛引起人关心伊的安全问题。公安局区国政局长今日强调讲，安尼先起骹动手，公安局是真反对。等11月。韩国瑜正式登记做总统的候选人，规旁的特勤人员都会铺排好势。对总统大选的时间愈来愈晚，各方关心参选人的维安状况，尤其是19暗时，南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台南的造势现场向牵鸡卵抗议，引起各界注意。公安局长邱国正除了反对这挂无理性的动作，嘛强调讲，公安局针对特勤人员用家己的身躯来保护对象，相关有500万的奖励，是要鼓励特勤人员负起家己的责任，外界唔通干那注意一部分。挡了子弹就500万，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涵盖在里边。假如说因此而受伤了啊，我们会有个标准，会大家讨论以后，做个评鉴以后，会核发。有时候不管是慰问金或奖金。针对媒体问讲，敢是因为牵鸡卵的事件会提早总统参选人的维安，邱国正强调讲，等11月18登记了后，正式变做候选人就会开始。嘛强调讲，一组候选人会有55位特勤人员来维安，用56组的人员来算，即马总共有300多个人接受训练。若是传出讲中国资金赞助亲中的媒体，也是网称想要来影响大选。邱国正强调讲，已经接获几类案例，其中有一寡真有名的。有一些大家都很熟的嘛。那我们也持续的在慢慢去了解，可以从很多资料上可以看到啊，的确中国那边对我们这个网军的这个攻略啊，这对我们全部台湾来讲的话，一年还真的不少。邱国正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的攻击一年都有1000万条，甲国安有关系都有600万条。国安局会继续来注意，针对相关的证据，国安局敢是拢有掌握。邱国正表示，国安局甲警政调查局外3平常时的合作拢真密，绝对无问题，嘛会做上好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人权联盟第40届年度的大会，头一摆来到亚洲，搁特别景伫咧台湾举办。年会开幕是邀请英国冤枉落狱16冬的施志强先生来演讲，蔡英文总统嘛有去到地，伊阁提起台湾是亚洲头一个通过同性恋结婚的国家，这句话也得到众人现场的扑啊声。
400多个为欧洲、非洲来的世界各国的人权工作者伫依山大饭店，这是国际人权联盟年会第一摆来台湾举办。台湾人权促进会指出，这显示台湾伫亚洲是较民主自由、人权进步的国家。总统蔡英文出席活动，强调台湾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志婚姻合法的国家，大家拢拍鼓啊。And this year, Taiwan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it's not an easy process to go through, but finally we made it. 年会开播是由冤家平反者施志强第一个演讲，讲伊过去无原因就砍下刑诉案，关16年，最后证明清白的经过。嘛，写完交代，甲关伫个家中23年的邱和顺，毋望迈过一个冤案。我自己走进警察局，走进去法院，去想要说明我是冤枉的。结果一走进去，出来已经是16年后。从27岁到43岁，对我来讲，生活就是3、5步以内的距离。我没有什么梦想，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许志强。The rescue of 李明哲 who is illegally imprisoned by China. 国际人权联盟不伫2005年来台湾看伫坐驾的施志强，嘛促成台湾废除加压死刑犯24点钟挂卡疗政策。除了性别司法改革议题，台湾会会长嘛讲到中国人权压迫救援行动，台湾人李明铁的交代佮关伫中国。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提起讲，台湾民众党提名立委出来选，是要甲民进党的候选人拖落来，会去好着国民党。那这款讲法，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台北市长郭文铁是真反感。伊对嘴应讲，无台湾敢唔允准讲有第三党出来拼。另外，中国上海市台办的主任李文辉中昼有去拜访郭文铁，郭市长嘛讲，双方面真单纯是照礼数，小长头一个那尔。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带上海爱国乐团来台基本交流，21号中昼拜会台北市长柯文哲。不过台湾国质疑柯文哲要向上海报告政绩，被告市政府抗议，双方敢是嘛提早接受每年小小论坛的内容，引起关心。报告政绩，政绩为什么要跟上海台办报告？这个逻辑就听不懂。通常双城论坛按照我的经验，都不会在现在谈，都是到4月，差不多4月以后才开始谈。现在谈都太早了。另外，柯文哲成立的民众党已经完成2波拢总18席区域立委的提名。不过，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认为，民众党的提名不是为着要当选，是为着要诱吓民进党的参选人成就国民党，和柯文哲无认同。哪个区域是民进党不提名，也不可能啊。所以有时候常常这样啊，这就真的是政治口水。除非你说，这个台湾不准有第三党出现，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现在的心态啊，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把地盘占满了。柯文哲强调，哪里在台湾选举就亲像共犯结果，第7届修宪就是上好的案例，两大党修出对家己有利的宪法。另外，柯文哲20号在高雄考试韩国瑜，什么拢卖做较无压力。柯文哲21号更加认为，韩国瑜失去一届改变国民党的机会。我常常觉得他有点可惜了，他其实只要稳扎稳打，你知道吗？其实他还是可以改变国民党了。不过我觉得他这一战选下去，还是会受伤惨重。以后要改革国民党的能量会比较弱。柯文哲强调，言多必失，家己不是4年的比例悬，是讲伤多。对韩国瑜选战拍到今仔日，发言不断互立赢围攻。柯文哲认为真可惜，嘛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恐惊大选进程未结束，嘛有助立赢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高雄一个16岁高中生近来一半冬，物件食落去就吐出来。体重嘛按46 kg 落来到38，去问先生才知影讲是治着较罕见的一款病症，食食吞落去到食道软管上界下底，到微小接的迄搭就塌掉咧，毋则会变食变吐。加再经过手术，将食道尾仔过的筋肉切落开，已经平安复原了。食饭时间，民众拢会到餐厅还是小吃店来食物件。这种动作对高雄一名16岁的少女来讲，算是噩梦，因为伊这段期间只要食物件就吐。身高165公分的伊，体重剩38公斤。检查发现，伊是得着罕见的食道迟缓不能症。食道的肌肉不收缩，那再来的话就是贲门的地方的肌肉不放松，所以他吃的东西全部都会积在食道里面。
这种镜头是患者食道的肌肉无正常，还有下括约肌是无法度放松，喷门拍袂开，所得物件拢堆伫食道内底，袂当到胃内底，嘛互患者是一直甲食物拢吐出来。好发在中年人、中老年人这个年纪啊，但是我们最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在10几20岁，似乎也有好发越来越多好发的这个迹象产生。医生讲，这种镜头是真歹得看，每10万人当中，大约是1人到2个人会得到。伫台湾一年通天上济是250名患者，不过确定的原因是无法度来知影。虽然讲会当靠肉毒杆菌，也是讲内视镜来治疗，不过拢有复发的可能。最后是用手术来帮患者把肌肉切开，互小鹿恢复到正常的食食，袂阁有食物件得吐出来的状况。记者王刘婷、柯正俊高雄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公司台去台每一项的新闻，时常咧介绍健康方面的新知识，也有真侪医学的专家、真侪医生拢真拍拼。实在讲，近摆若讲起这款的新闻，国情将心比心，嘛想着讲，咱若辛苦病痛，确实有影真烦恼，甚至讲也袂问先生找无病症的原因，咱嘛安尼。由头革面，永早确实有真侪遮的前辈，真侪遮的几十当前、几百当前的台湾人，因为敢若讲人艰苦，歹势去问先生，也是个无讲去找药方，安尼牺牲一条性命，这嘛真侪。总是自英国到目前，先生第一就是医德。永早咱真侪汉药房门下口，拢有吊一队的对联。写讲丹果完善无人见，良心制药天地知。我相信讲，现代有真侪医生人心肝内第一要紧，嘛是重视医德，因为确实都有影哩。我咧练药丹果完善，恁拢无看。毋过我面对啥？天灾地灾，我良心制药，所以我望讲用好的药方，来互真侪遮有身骨病痛的人得到解救。国情伫咧讲。有真侪人，有影若讲找无原因，病症毋知影要对倒位去透的时阵，第一想到毋是先生呢。到这个时代嘛是想讲，无我来下性命哦，下性命我毋敢甲你动。毋过俗语话一句话讲了真有道理。现代人你都爱听林语做参考，着神也着人。敢若讲要靠性命，要靠香夫，这未必然讲有法度来解决啊。真侪医生遮尔好医德。良心制药天地知，咱英国解文说字嘛，捌讲互朋友听。讲先生言道主人福，所以着神着人，你讲看有影无？尤其讲过去台湾人嘛一句俗语话呢，咱讲吼有食就有惊气，有烧香才有保庇。你毋通讲干那要下性命啦，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有真侪罕见的病症，永早无才调甲咱料理，即马。愈来愈先进的医术，已经慢慢有法度找出一条路互咱行。毋则国情今仔日解文说字的标题内面拄明甲你写讲，医学一心，克服病魔得甜，坚定信念，再创人生生机。只要讲有食，你就有惊气，有烧香，有保庇，着神，着人，就亲像国刷落来，国情要甲你解答，要甲你解说讲，确实永早摄雨伞的癌症。有当着想到咱着烦恼，因为国内真侪较侪岁男性拢会去治疗即款症头哦。英国普遍的拢有荷尔蒙的治疗法，无就是将子孙地内底的腎子切头角。毋过癌细胞有当着嘛是共款的个野用。但现主是医学日新，国家卫生研究院上界新的研究已经找到压制癌细胞的技术，这也是全世界上界先进的医学进展。咱来看卖。裂喉腺癌是男性老年真普遍看到的癌症之一。105年，国内裂喉腺癌新发生的人数是5300多人，死亡的有1347个人，是男性癌症的第4名。过去治疗大部分是采用荷尔蒙疗法或者是兰花拉切除气色疗法，但是癌细胞常常会复发。国内上新的研究发现，找到控制癌细胞再复发的关键。透过表观遗传，还有癌症代谢，跟传统的利用雄性激素的这个路径来抑制癌细胞是不一样的。国
的研究团队用5天的时间，发现羟基素内面的组两倍气甲基酶，简称 KDM8， 丙酮基酸酶，简称 PKM2， 以及组两倍甲基转移酶，简称 EZH2， 是伴因气色抗性粒核酸癌细胞成长重要的因素。经过动物实验证实，只要降低 KDM8 分泌，并且控制 PKM2 的代谢，就当有效阻断肺腺癌细胞的生长甲转移。这2个分子会促进癌症生长。那癌症生长，如果我们可以借由抑制这2个分子，自然而然就能够抑制癌症的生长。另外研究嘛发现，只要控制 EZH2 表现量，就会当抑制抗药性细胞株的成长。研究团队强调，这项研究是全球头一间发现基准，未来有机会研发做药物。5天至10天了后，会当进一步完成人体临床试验，做好更加侪粒核酸癌的患者。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台湾就要开始应用第5代行动通讯的技术，人讲叫做5G。到时网络传达的速度会真紧接快。但国立交通大学发布5G 的网络应用的成果，你想讲无人飞机经过镜头将大楼现场的影像翕起来，就会当即时帮助拍火还是救灾。还有智慧型自动驾驶的轮椅，驶到半中途撞到有车，嘛会家己动点，让坐轮椅的人加真安全。无人机伫咧天顶飞来飞去，透过5G 并款的技术，将第一时间翕到的画面即时传登在地面。这是全台湾头一台5G 无人机，除了未来会当进行建筑物智慧顺路之外，更加会当伫咧救灾方面发挥功能。5G 其实它的频宽应该比4G 高1000倍。所以可以在这样的需要即时传输的一个影像应用里面呢，它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做一些譬如说建筑物立面它的工程上的一些检测，譬如说是不是有瓷砖掉落，或者是有一些裂缝危险。那当然它也可以用在防灾救灾的上面。另外一边是智慧型自动驾驶轮椅，透过5G 的特性，会当将路况影像和 AI 分析结果，当到危险的时阵，有效降低车祸事故发生。大部分翻错都是因为死角。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传输的话，让每个用路人其实透过5G 的手机，他也可以及时看到当下的这个 traffic 的一个状况。2010台湾特别走向5G 的时代，或者认为5G 上大的优势，唔仅仅是为着网络速度变紧，未来还会当借着大数据和 AI 的应用，会当为民众带来更加巧、更加安全的智慧城市。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请饼，咱要来甲观众朋友搁再欢喜一摆。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以5-4拍赢日本，让18当搁再摕到冠军，确定会当参加明年东京奥运的资格比赛，并上买一张奥运的入门票。这一球投出，用变化球，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游击手接球传向一垒，比赛结束，恭喜中华队拿下了2019年亚锦赛的冠军！哇！比赛结束，中华队冲到场内庆祝继18年亚锦赛冠军，嘛是中华队史第5座冠军。这场冠军赛是台湾甲日本第2摆交手，日本队伫1局下挖过高飞牺牲打，先得到分数，落后的中华队下半局遂发动反攻。张进德这一球出手，打成在中外野方向的飞球，这个距离没有接到，漏下来。万伟步枪张进德前安打，一直练到境界区，甲瑞将赛队友送回来。这个3垒安打，互中华队变做3-1。不过日本队一直落，1局到4局，每一局拢摕1分，前4局拍完，等到以4-3，各一摆超前。中华队5局上发动攻势，这摆轮到邱建民做英雄。这球拉回来，结果界内，车步变安打，现在要带有打点没有问题了。这个有2分打点的二垒安打，互中华队各一摆超前，以5-4领先。在比赛就看中华队2个后援投手封锁日本的打线。第3轮投手王宗和第4局上场投3.1局到7败3胜。第7局接手的刘志颖嘛真厉害，球速到生涯上近158公里，把日本打者扣连杀5败3胜。连5K153公里。落尾中华队就伫投甲拍拢发挥情形之下，以5-4赢球，继18年了后，搁一摆摕到亚锦赛冠军。
刘志颖这届亚锦赛出赛3场，0失分，摕到生涯头一座的国际赛 MVP。啊，那廖俊凯嘛摕到打击王甲最佳游击手。啊，那第3名的比赛由中国第2摆拄到南韩，结果中国队伫8局下一困头摕到6分，以8比6反败为胜。这届中国队拍南韩2届拢赢，伫2005年了后，佮一摆摕到第3名，佮抢到明年6抢1奥运资格赛门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台湾的世界球后戴资颖，昨昏嘛伫咧丹麦举办的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击倒日本的选手，摕到今年第3座的冠军。20暗时，伫咧丹麦羽球公开赛，称白军的日本选手奥原希望当骨力伫咧和世界球后戴资颖拼世界第1。不过，就算讲奥原希望加骨力伫咧拍，戴资颖也是自头至尾拢遭大胜，头一局就先以21比17赢。因为其实要打死他没有这么容易吧？对，所以我知道自己要比较多耐心。那可能因为我后面的时候分数有稍微领先了一些，所以我感觉他比我还要来得急躁。Oh my goodness！ 我过去甲球回过棒，结果去互奥原希望失球，戴资颖跪伫咧涂骹，结果球也是无救到，分数怎落落来？戴资颖是赶紧振作，连续赢8分，加局势扳倒转来。其中伫咧13比9的时阵，戴资颖成功救一粒对角球，所来搁来一个精彩的杀球，互对手无摘掉，同好赢这1分。尾仔伊只用40分钟拍败对手，摕到冠军。我的心情啊，应该是很开心吧？对啊，然后因为我其实在这里比赛每一天，我都觉得感觉非常的好，因为我很喜欢在这里比赛。加上丹麦公开赛的冠军，戴资颖今年已经摕到第3座冠军，这也是伊生涯第20座超级赛的冠军。伊球后的位置是一家稳当当，伊的世界排名有累积分数，到后礼拜的时就会维持伫咧142礼拜的冠军。所以来，伊也继续替法国公开赛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中山美真悬，深山那内景致嘛真水。不过，英国的政府普遍拢采用封锁的管理法。今仔日行政院举办向山致敬的记者会，宣布改变原则，尽量欢迎爬山的山友去行搭。81条山那内的便道嘛要开放，还有英国申请入山的手续较复杂，但嘛要尽量开始减省了。行政院长苏清昌再去请丁山伊出席甲山致敬记者会，宣布山林大改进，以全面开放做原则，放任全台湾81个林道。不过外界质疑，是毋是会互山鸟鼠仔偷错菜情形变更加严重？行政院长苏清昌强调，有对策因应，也就是实施管车无管人，敢若限制车辆出入，人员出入唔免申请。以后就是一站式的，不要各管各的，中央也部会各管各的。然后地方也规定各搞各的，以后就是清清楚楚，就是很方便。还有我自己最爱的这种中海拔所谓山友讲的中级山，其实台湾很大的面积是一个无人地带，里面有非常多旧的史迹。苏清昌指出，全世界登山大国拢来自岛国，但是台湾所不了解登山是中国的方法，所以以开放透明、服务教育责任等5大主体，要提升国内登山运动的环境。登山的牛人李美良表示，总算等到政府全面开放山林，除了欢喜，嘛点出山区设施伤简陋，山林管制无方便。对这点，苏清昌嘛挂保证，适当会投入7亿1千万的预算，针对全台湾35座山屋整建。若是山友认为山南搜救用使用者付费是伫咧处罚山友，资源非常好，但是设施很差，然后我们的山林管制很多。申请非常的不方便，做好准备，做好自律，做好管理，所以要怎么样做最好，都和各方讨论。我们总是以这5个政策主轴，然后向前走。全台湾有268座关山，超过3000公尺，山林资源丰富。台湾百甲更加是登山者的梦想。即马对封闭倾向开放，苏清昌承认讲，这只是头一步，会减收山区77条步道，山区指示牌，提供59位高山的路野地，卖改善全台湾112位主要山区的通信品质，对山南救助会有帮助，提供友善的登山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对一冬前，普悠玛的火车驶出铁轨路外，不幸造成18人死亡。
台湾铁路局嘛开始实施真侪条改革的办法，尤其是检查修理这方面，即摆已经改进甲完全拢照表落去行。啊，毋过台铁产业工会是讲，公司骹手也是真不足，细层的意外事件嘛真正咧发生，看无讲有改革到倒位去呢。树林调查场内准备出班的司机人员正在进行出车前的列车检查。去年事故列车地形输中主风棚动力有时阵有，有时阵无。即马列车检查，新增加主风棚亮油器。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温度的记录器，温度贴纸。台北警不断表示，去年事故发生了后，所有检修标记化，新增加动力检修、完工证明，甲动力司机员出车库的检点表、检修内容，有做过淡薄调整。针对一些普悠玛个别车型有出现问题的地方呢，我们会再增加一些小项目的一个细项的一个检查。依据统计，大概有10来趟被临时更换下来。台铁强调，一年来进行真侪重的安全管理把关。不过，台铁产业工会表示，台铁一大问题也是欠人。虽然行政院答应3年来会补充人力，不过对于明年为例，医生员也17000多人，不过台铁目前到14000多人，2400多人落差，都要得靠名也不够，新进的员工用份用量不够，佮因为离职比例也是偏高，人力不足跟台铁的那个车辆啊、设备的状况就还比以前更严重，是我们最近都感觉出事的那个量非常大。事过一年，台铁人才流失，也受设备伤过问题。就经选过中客普悠玛调查运案会，再起码头一摆到树林调查场，了解普悠玛 ATP 等系统运作细节，会收集资料了后，继续调查这个案件。记者综合报道。近来，屏东火车站头前有新的景点。喷水的花样配合灯光，吸引真侪照路经过的民众，看甲真自信。总经费5500万，这片屏东火车头环境的工程已经开始咧验收。别日咱若去到屏东，都有变化万象的水舞甲灯光，来迎接远方来的人客。这座喷水池有变化万千的水舞，50个灯光，佮配上少年的艺术家为水舞特别打造的音乐。屏东火车头前的气氛和较早无啥相像，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有无同款的风景。会有一些音乐搭配水舞的一些喷泉的展示。那在晚上的时候会更精彩，因为会结合灯光，然后还有音乐，然后跟水舞的表现变成一个新的一些呈现。屏东火车头前的环境工程开5500万，其中上声人目的就是这座喷水池。在咧连假期间，和大家见面，在地民众也有很多来游客直接欣赏。觉得蛮漂亮的，就大家除了就是在等待家长来接送期间，就还可以再顺便欣赏一下屏东的美，这样子。焕然一新啊！以前它现在这个喷水池那个灯光跟那个水幕的效果做起来之后，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屏东一个很不同的意象这样子。屏东火车头的环境整合计划工程，包括车头广场，也有中山路两边的各项设施，拢伫要陆续完工。后回来到屏东，一行出火车头，就会当看到水舞、灯光来迎接所有转来主题，也有很多来旅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鼻头乡有一座东犁溪边的铁马车道，本地是真侪爱骑铁马的民众上接行脚到的好所在。不过顶站啊，车道边煞有一节，去互人摒真侪工业的废品，佮有农业的废弃物，甚至讲佮放火落去烧，环境破坏甲真严重。但公所现时已经受报警处理了。民众到东螺溪自行车道骑车，毋过目睭所看到的，煞是路边这一堆又搁一堆的粪扫，毋但有敢若树林废料的树叶废弃物，也有数量袂少，敢若是被农民弹掉的刺瓜啊，也有一寡废弃物看会出来已经被烧过，民众感觉真寒。就是猪屎味、鸡屎味，还有那个烧的那个味道，像一种塑胶的味道。东螺溪自行车道沿着旧落水溪的水道，为溪湖经过鼻头到田尾，每年9月到11月，嘛因为沿线台湾乱树盛开，不少民众会来翕相拍卡，官府甲公所嘛会举办相关的活动。不过即马因为地点较偏僻，竟然互人来偷倒粪扫。因为比较偏僻，所以一些倒垃圾的人很多啦哈。那公所也
也去处理了好几次了，有派清洁队在那边巡视但是也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都在那边，所以那边已经公所清洁队已经去有民众有通报，都会再去处理这些垃圾这样。参与乡公所表示，东螺溪自行车道已经几届被偷倒粪扫，拢集中伫咧中溪桥到鹿岛桥之间，差不多1.5公里的路段。因为这个路段无监视镜头，目前已经报警处理。主管机关彰化县水资处嘛已经通报环保局，要做伙追查违法偷倒的行为。记者彰化综合报道。花莲港上海岸的码头，因为本地大楼年久月深，已经予工程师判断讲是危险的建筑。上海岸的业者目前已经搬去港内新码头咧经营，不过这边的设备是真不足，予忧伤的人客批评讲，未免伤过老草，望县府赶紧着设法解决。现在因为这个地方，这是花莲港旧的看海岸的码头，这建筑物因为长期透海风的关系，害得真严重。伫今年6月份，去结构技术鉴定做危楼转来关起来。港公司报称拆掉了后要回收建物，所以请业者刷去港内向阳工厂头前的码头来营业。我们现在因为临时搬迁过来所以有一些设施还没有完全的就位，那我们只能让游客临时在这个空旷的广场这边稍后候船。没有。新的坐船码头虽然讲有2个铺出来所在，会当予游客上船甲落船，不过单纯的所在煞无会当惹的平啊，也是讲办公的室内空间。游客批评讲，真正是收过头简单，业者是烦恼讲会去影响花莲观光出来买货。等待的过程可能会没有地方去，然后就要去找可能附近的阴凉处，然后目前看起来的话，附近的阴凉处也好像就身后这些，然后如果游客一热络起来的话，可能也比较没有地方可以休息这样。我是觉得偶尔出来就是晒晒太阳，对，那出来晒晒太阳是一件好事情啊。那你整天待在家里，就是出来就是旅行嘛。花莲区议会强调讲，经过南方澳大桥的代志，所以港公司才会禁止游客去出入旧的有危险的码头。目前已经紧急开放向阳工厂的水电便所，希望县政府赶紧到3工业者来大爆棚。遮雨棚的话，那要先做，因为的话要让乘客的话，像太阳有出太阳或下雨的话，没有可以让他们遮雨啊，然后对让他们遮风避雨这样，对。花莲目前总共有4间看海岸的业者，6只看海岸船。看海岸是花莲观光的重点之一。县政府农业处渔牧会表示，要伫新码头大爆棚会牵涉到结构安全的问题，必须要经过评估才会当来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有一口罩的台湾侨胞，因平常拍广告、拍电影，近来因阁拍一出喜剧。讲台湾人伫咧美国的生活，因暗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家口仔的故事。拍张全家福吧。这口罩徛几排，看起来感情是无介好吗？为什么三个囡仔和太太都安尼走引走？哇，原来是咧拍戏啦！我是 David， 我曾经是一名知名的广告导演。在片场，我可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可是来了美国之后，我却只能在车库里搭起那小小的摄影棚，回忆以前那些美好的时光啊！佮住伫美国洛杉矶生活拍做电影，带台爸爸林玉贵负责摄影，甚至伫家己厝内车库就做摄影棚。There's only 3. 没关系啊，反正又不是所有人刚拍就会变网红了。是吧？爸，别难过了，笑起来，快就过了。爆红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表演戏路虽然拢总无同，不过一家伙仔拢有戏，尽全力为表演事业来付出。这口罩想要伫美国打造华人影视社群，为台湾继续发光。记者张伟民、林坤民采访报道。来看南投草屯新丰社区近来开办健康促进的课程，特别学真侪运动的新道区，互参加上课者的时代哪佚佗哪运动，提高学习的兴趣。当然，失智甲失灵都会较慢发生。手势念咪悬，念咪低，阿公阿嬷做伙合作，就是无希望互遮细粒球夹到的。所来另外一边是囡仔比赛，要考验老大人身躯的协调性，要比看上引导的囡仔走较紧。在中间的人我在中间就让他拉，这样拉平了，拉平要速度要快才会快。运动袂歹，真好，
我的趣味啊，这袂酸，迄骹嘛酸个跳。太串。哎哟，偏偏叫我袂串。这彩色的布其实是以色列发明的，主要是要让使用者训练经脉的协调性。有几种算法，伫咧南投草屯新丰社区最近开健康促进课程，就特别用经费来买这新的道具，让时大人会使拿佚佗、拿运动。有互咱经费，咱当然爱来想办法来找看有啥物好用的，互时大更较感觉更较趣味，更较欢喜，对。健身的效果更较有，更较好。阿公阿嬷伫咧耍团体游戏的时阵，每一个人目睭拢贴甲大大蕊，袂输一杯瓦零。社区用心设计活动，希望会使有防长辈失灵或者是失智，也互时大人有机会会使甲厝边头尾做伙耍。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口湖是全台湾上界大片乌鱼子的生产地。所伫口湖老人福利协进会含下轮关怀根据点，特别设计出乌鱼子可颂制作的课程，或者参加的时代家己暖胖，家己做乌鱼子的可颂，佮配汤。老大人嘛感觉讲做着真趣味，食了佮好口味。阿嬷甲皮研好开，另外一边倒煮汤，可颂要入去烘进前，大家就倒3工，甲这2节磨起，然后再去放口湖在地的乌鱼子，等到可颂烘到黄金的时阵，大家就甲伊捧出来，为做一年斗阵享用乌鱼子可颂。都来食趣味啊，后再老岁啊，若体我阮学的多哦，通来最侪通来摆路边摊，阮若体我。拢好啦，都参朋友做啊，好食啊。云林口湖是全台湾生产乌鱼子上多的所在，下轮关怀据点特别甲长辈上界熟悉的乌鱼子结合伫咧煮食的课程，让长辈甲家己故乡的口味结合伫咧西式的可颂内面，体验无同款的食食风格。咱甲这乌鱼子摕落来做这个胖，长辈毋捌食过。嘛毋捌做过，所以就是用咱当地即个物件，互伊做食看卖，体验无同款的做法甲食法安尼。食乌鱼子可颂配汤，长辈真满足，因为因食到的是斗阵煮食、斗阵分享的快乐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民间遮有一片台湾真罕见的桂花的树林。遮超过2000丛桂花树，清芳满世界。今年因为桂花的产量增加3成，咱大家嘛拢趁芳开上介好的时阵，用手工来挽桂花，要甲地叶的芳开互相暖斗阵，制作出桂花乌龙茶。这正正是上介迷人、上介清芳的台湾味。秋天桂花一开，清芳就来。伫咧南投县民间乡的清北溪，有一座百外100年历史的桂花森林。这个桂花为栽亚到老丛，总共有2000多丛。今年雨水真高，桂花开了比往年加3成。出动超过80个工人来挽花，要赶伫咧芳开上赞的时阵，用人工一蕊一蕊甲桂花挽落来。内底吼，你怎甲挽起来？叶啊，这叶啊中间里面有哦，你怎规蕊甲挽起来好啊？雨水非常的丰沛，所以今年的花呢特别的多，让我非常的着急，因为现在农工人力的问题短缺非常的严重。那能够找来的大部分都是年纪非常大的。目睭爱看好真，手爱挽了准，真细致，甲规蕊的桂花做花挽落来，随便加工制作桂花茶。除了爱掌握桂花和茶味的比例，嘛爱考虑到湿度、温度，也有时间的控制。规个过程拢爱相当的认真，袂用着桂花去刻着伤。要出伤大啦，对不？那个去伤到那个花，你如果机器它是用那个在搅拌嘛，对不对？多少它的角都会去伤到花，如果花去伤到的话，很快花就会黄掉。这片家族传承的桂花森林，由小碧桂和2个后生做伙经营。这几年转型自然生态农法，由细汉后生和妈妈照顾，要采收上优质的桂花。大汉后生负责开发新的产品，伫外口走通路。这个花啊，做伙守护这片台湾保留上完整的桂花森林，把传承上清芳的台湾味。记者综合报道。民间看完，咱来看德山。德山和兴社区遮有人甲喷桶灌空来种菜，
利用化学发酵的原理，甲喷沤肥落去种菜种花，毋但讲菜较有肥，佫通好看水。稻油喷的喷桶也通用来种花、种菜。德山和兴社区甲喷桶再利用，互人感觉正新鲜。感觉讲安那真好啊！啊，你家己有想要试看卖哦？会啊，种了水嘛，家己嘛挺好食啊。系啊。先甲喷桶滚空，倒水缸，点菜栽，佮将塑胶网仔放入桶仔内，甲喷拼入去，利用发酵原理沤肥种有机菜色。因为目前在这个试种的过程中已经相当的成功，那现在我们社区也希望我们的长者能够经过这一次的学习，以后也可以家家户户都可以用，那也是最安全的有机蔬菜，甚至也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来美化我们的环境。用喷桶来种菜、通加菜，用来种花也好社区环境更较水。德山和兴社区和喷桶有无同的用途，也好社区有无同款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香港反送中的抗争昨半暝，警方出动人马伫咧旺角清场，抗争的民众针对一寡有中国资金的店头放火烧，统计到单，昨有24个人受伤，上少年的才11岁尔。一粒一粒的催泪弹一直射出来，示威的群众紧甲雨伞踢开，伫咧文化散步中斗斗啊目久。香港反送中运动昨搁一届出现真恐怖的画面，民众伫咧旺角角路炸起来，警察是警用催泪弹驱散示威的人。为着抗拒禁止服兵法，民政成员昨以个人的名义，伫咧九龙发起大游行，有35万人参与，民众摕标语画5大诉求，要求解散警队。Because our government still not accept our 5 demands, and they have keep suppressed our freedom and our freedom of speech, our freedom to demonstrate, and as you may know, we are now facing the problem about the police force abuse their force to hit the protester. 不过和平示威真紧就变作是冲突的画面，民众伫咧尖沙咀警署外口用警察弹汽油弹，警察要喷水赶示威者。香港警察后来搁较出动水炮车，伫咧示威者聚集的街仔路喷这正大港的蓝色水，边仔的清真寺也去扫着红台尾。哇！有搞错啊！为现场的画面会使看到，警察根本无管台你是啥物人，看到人就喷这正大港蓝色的水，真侪民众袂赴逃走去互攻击，清真寺的铁门也个涂骹拢是蓝色的水，真侪人批评香港警察安尼行为根本无尊重宗教。代志发生了后，警察是发表声明回释咧，暗时搁派人到现场清清咧。抗争的情形到暗时是愈来愈过收煞，示威者聚集伫咧旺角破坏中国投资的店家，包括手机店、小米、中药店、东京堂拢去互放火。伫咧荔枝角岛，也个别发现那亲像是暴力物的物啊！警察和民众的冲突是一直到今仔日半暝1点多，街仔路才豆豆啊恢复平静。记者综合报道。8月，印度的政府宣布讲要取消因国内加姆卡什米尔这个自治区一切自治的权利，结果却引起印度西边的巴基斯坦一国嘛派兵要出来介入。当双方面的军人和百姓已经10个人死亡，印度的军方昨嘛宣布讲，因针对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的训练营有出手发动攻击了。画面内底地点是伫咧印度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边界，会当看到有巴基斯坦旗仔的望高台，还有印度军人当伫边境来巡逻。印巴两国最近搁来起冲突，印度军方20讲，为着要报复巴基斯坦的攻击，已经破坏几来伫克什米尔地区的恐怖组织训练营。In the retaliatory action that our forces have taken, we have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errorist infrastructure. 印巴克什米尔边界过来发生冲突，双方拢讲是对方先开枪。印度军方发言人指控巴基斯坦19暗时伫咧印度边境哨站甲贫民区来做目标攻击，明显违反印度甲巴基斯坦之间2003年的停火协议。不过巴基斯坦的军方落尾表示，是印度先无米无带起空，而且伫咧实际控制线来开枪，造成3个民众死亡了后，因才开始回击。कौम जो है अगर किसी पॉइंट के ऊपर इकट्ठी हो जाए तो उसको कोई शिकस्त नहीं दे सकता। आज हम कश्मीर के मामले में यकसू हैं। ये मोदी, ये मूजी और ये दरिंदे से भी बढ़ के एक शख्स जो है, इसको हम इंशाल्लाह शिकस्त फाश देंगे।
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协部国家拢主张对克什米尔有主权。10月20日，真青的巴基斯坦的民众伫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来发起示威，要求印度来停止攻击。这个冲突嘛造成8月份以来，印度政府取消克什米尔特殊自治区地位以来，两国真紧张的情势，搁一届来恶化。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国家黎巴嫩逼出近来规模上界大反对政府的示威，昨进入第4天了。黎巴嫩的总理嘛已经被迫同意进行种种改革的方案，望通化解经济的危机。啊，不过街路顶的抗争那像也无较细线，抗议的人士坚持要求总理落台，提早举办国会改选。黎巴嫩连续4天的反政府抗争愈来愈严重，立法规模又搁变大。10统统的人也国旗为首都贝鲁特地标来สู่广场，到每一个街头，甚至海上巡车，拢要求改变甲改革。为日时到暗暝，人一直来去，街头传来歌舞声，全面动员的情形，可比2011年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总理哈里里甲民众上火大的经济衰退，讲是执政人民主动改革，害国家提无西方的援助金。18下令，执政人民72点钟内提出振兴经济方案，并伫20日宣布达成协议。内容包括主要公用事业私有化、减少政客薪水、甲解决一层红利的措施。有计改革方案会伫8月内阁会议得到批准。不过民众对这承诺并不满意，坚持总理下台，重新大选，彻底改变。فنحن ضدهم كلهم من النواب للوزراء من الرئيس للرئيس الحريري للرئيس بري 3 ما بدنا حدا منهم ينزل بدنا 3 اذا ما 3 نزلوا نحن ما حنقبل وحننام هون مستمرين بالشارع لانه منه كافي هذا نحن بدنا اسقاط الحكومه انتخابات مبكره ومحاسبه يعني يردوا المال المنهوب يعني 这场抗争为政府拍算对通讯软体发出 App 扣税开始，民众不满政客对经济衰退拢无办法，更要加税，佮讨厌土地改善佮腐败混在关系，生气行上街头。县政府虽收回扣税拍算，民怨还是无法度收煞。记者综合报道。按照伊斯兰宗教的规矩，人若过往都要用土葬，佮就要简单快速。虽然中国一向鼓励火葬，不过中国新疆伊斯兰教的这信徒，因为是少数民族，过去会当照传统的规矩来办。总是伫咧习近平上台以来，煞要求因必须要遵照中央的规定，用过火葬。伫咧新疆阿克苏拄起好的幸福公园，内底有一个正大的人工湖，还佫有鸟形种地、甲囡仔的游乐设施。中国的新闻网讲，这主本是无人拜的墓地，还佫有地下防空洞。不过事实上，这是新疆真受人尊敬的民族诗人穆塔里夫的墓地。发生社记者比对卫星相片分析地球升起人民所提供的影像资料，发现中国当局为2014年开始，甲至少45座的维吾尔墓地规个摊平，其中有30座拢是这2年去互毁掉的。舟山的安心之地去互卡掉，东土厥斯坦国家崛起运动主席欧达阿指出，北京当局会安尼做，就是要切断维吾尔族人的历史连结，目的就是爱因变甲汉人同款。In my hometown of Vatouche, my great grandparents, their graveyards that they were buried in, it was bulldozed, and their bodies were exhumed and put into another graveyard, which was a much more smaller graveyard, in which bodies were put, like several bodies were even thrown into one graveyard to save space, is w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aid. 伫咧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瓦境国际机场的墓地去互拆掉，当局的理由是都市发展计划。沙阿关政府甲旧的墓地拆掉，搁起新的，因的理由是标准化。一个为18世纪起到大，有7500座维吾尔族人蒙阿布的墓园去互拆掉了后，这个新的工地外口搭一个公告写新的墓园符合标准化、简单、袂占位，搁保护生态，而且搁真文明。不过，这毋是维吾尔族人因想要爱的。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湘北、桃竹苗22度到2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4度到31度。
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31度。宜兰、台东、花莲港22度到29度。澎湖、金马22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